来，大家好吼，大家好，有一部书问三书语录。来，今仔日要来介绍基本各种一年啊真孝的选址，佮有孝线吼。来，先为孝线开始，来看即百度，遮有一条线，OK，伊的方向是正手边，正手边就是正，倒手边就是负，佮有一个点来零。来，这是原点，原点。伫咧原点的正手边，就是固定的寸数，就是写1、2、3。嘛共款，倒手边固定的寸数，负1、负2、负3。安尼来，这是孝线。好，过来讲到正数甲负数，一定要知影这。来，你看。应该伫咧各种一年啊顺，应该拢有背过吼。来，开始哦。正甲正得着正，正甲负得着负，负甲正得着负，负甲负得着正。安尼了解无？你讲老师，安尼背较无聊诶。来，我编一条歌，不是编啦，是家己创一个，就是唱歌的口诀啦。我是用500一条歌吼，毋过迄电抖音可能会走去，大家就猛听 ，OK 哦。来，试看觅，来开始哦。正正的正正负的负负正的负。呼呼的正，呼呼的正的正。来，有听过的野手一下。好，来，这是500 Let's Dance。OK， 就猛听吼。来，所以有这个观念了后，来看一个就是基本的算计吼。来，先看来100度，来，遮有4抓。来，头一抓来就简单。负2加负3来得到3。讲负2、负2，其实拢会使，就是顺就好。来得到3，简单。负5，负5。好，来第二抓，负2减负3。减负3要安怎处理？来，拄仔的口诀，负甲负。得到正嘛，所以我甲月买点创掉了后，就变做讲是负2加变做加负2加负加3，安尼负2加3就是负得到正，变做是加，所以负2加3来1，安尼了解吼？好，来第3抓，来负6。你爱注意哦，你伫咧写负的时阵哦，就是爱用外卖点甲扣起来，安尼。来负6乘5，来得到3。来共款的口诀，因为负甲正得到负嘛，所以伊的答案一定是负的，绝对是负的。所以我先甲即个负来写伫遮，甲写出来。过来负写完了后，来后壁就是用拄仔头前即个算计的额，就是6乘5，就写伊的额就对了。好，所以就是负的6乘5，来答案就是负30，负30。好，过来第4抓，来2个负的，来负10，用负2分，来共款。我是甲即个月牌点甲创掉，所以拄仔口诀负甲负得到正，所以答案一定是正的。好，先写正，过来就是伊的额10。用2分，所以是正的10用2分，答案就是5。
5。好，安尼了解无？好，安尼咱就后解再会。3加3，2领3裤；3减3，2领裤3。啊，裤加裤，真正2领裤；裤减裤，无裤，搁脱2领衫。